滿心冥想第3部第6章3之外，達仔繼續講啦。就我對巴布仔嘅個人體驗嚟講啦，我從未發現佢表現得好似一位向導。佢似乎總係認為自己係一個完全無足輕重嘅人。我諗起咗一個例子，有一次有一位政府高官嚟到拜訪巴布仔。呢一位官員喺斯哈赫賈漢布爾，巴布仔所居住嘅城市，落火車嘅時候睇到咗嚟到接待佢嘅人。呢個官員粒聲唔出咁樣就將啲行李就推咗過去。兩個人同時坐一部人力車前往巴布仔嘅屋企。呢一位官員相當之健碩，啲行李亦都好多。所以個座位就坐唔落兩個人啦。於是官員就坐喺座位嗰度，而另外一位就坐喺人力車嘅底板上。當佢哋到達咗巴布仔嘅屋企嘅時候，呢一個人將啲行李就搬到官員嘅房間安置好。之後呢一位官員就去拜見巴布仔啦。呢個時候佢感受到生命強烈嘅震撼。佢睇見嗰個矮細嘅男人就坐喺巴布仔嘅凳上，而家佢先至明白巴布仔親自去車站接佢，而佢卻係誤會咁樣將巴布仔當成咗係僕人。你知道梵文有一個單詞，單詞前半段嘅意思係偉大，後半闕嘅意思係靈魂。所以成個單詞嘅意思係偉大嘅靈魂。通常呢一個單詞係用喺敬語上嘅，但係喺某一啲情況底下，佢甚至會用喺自己身上。巴布仔非常之唔中意呢一個單詞。佢講啦，一個真正偉大嘅靈魂唔會妄自尊大，相反咁樣，佢係一個對自己、對世界、對萬事萬物都無足輕重嘅人。咁樣嘅靈魂極其謙卑。如果我哋認為自己已經變得偉大，咁樣就係喺度自挖墳墓啦。一個真正偉大嘅靈魂係一個乜嘢都唔要求、唔承諾、乜嘢都唔係嘅人。但係咁樣嘅人物往往會被忽視。受到擁戴嘅反而係嗰啲唔誠實或者係自欺欺人嘅向導。佢哋運用個人魅力、感召力同埋並唔重要嘅事蹟嚟到確保信徒對自己嘅遵從。一位向導根本唔應該心存自己係向導嘅念頭。我認為呢一種念頭，哪怕只係喺向導嘅心入邊出現過一次，佢亦都將會立即喪失作為向導嘅資格。一位向導應該認為自己比僕人更加卑微，但係往往我哋會睇到咁多以向導自居嘅人。你知唔知啊？除咗巴布仔嘅徒弟，我從嚟都冇聽過查理仔同自己冠上咩稱謂噶。仲有巴布仔，佢係咁謙卑，以至於我呢個詞似乎都會令到佢感到困惑。你睇下，冇幾多人真正懂得乜嘢係向導，只要着上袈裟或者進行一啲古老文獻嘅開示，講出一兩句有智慧嘅話語，大家似乎就甘願尊為佢為向導啦。好多所謂嘅向導，甚至唔會提供練習嘅方法，佢哋可能會提供一啲啲練習，但亦都僅此係咁啦，冇持續不斷嘅內心連結，咁樣就好似被遺棄喺路邊咁樣。咁樣嘅向導，佢能夠觸發靈性旅程，並且令到我哋一路前行，直至遙遠嘅彼岸咩？能夠清除嗰啲困擾我哋，並且阻礙我哋更進一步嘅內在操性咩？能夠減弱頭腦不安嘅傾向，並且向我哋心入邊注入高尚嘅品質咩？能夠幫我哋卸下所背負嘅印記重擔咩？
為咗確保我哋安全抵達目的地，嚮導仲要做好多事情。歸根到底，嚮導對每一個佢所照顧嘅尋求者嘅靈性進步負有責任。嚮導必須回應每一位尋求者，因為佢必須向自己嘅嚮導負責，亦都向大自然負責。我認為大自然會對任何唔能夠或者係唔願意履行呢一啲職責嘅嚮導施加嚴酷嘅懲罰。冇嚮導總好過嗰啲冇用或者係心懷惡意嘅嚮導。仲有一啲嚮導，如果睇見學生比自己優秀，就會心生妒忌。父母會妒忌自己嘅細路仔咩？睇到細路仔超越自己，係每一個父母嘅夢想。同樣咁，真正嘅嚮導唔會滿足於僅係令到我哋超越自己，佢會諗住令到我哋超越佢。真正嘅嚮導希望我哋能夠踏上進化嘅頂峰，而呢一個頂峰亦都喺度不斷升高。呢一個係咩意思呢？我問啦，1000年前最偉大嘅靈性成就，冇辦法同今時今日可能性相提並論，而而家嘅可能性同埋未來去相比較，亦都可能根本不值得一提。所以靈性係一直喺度進化嘅。我講啦，係噶，達濟講啦。例如喺哥白尼嘅時代，地球圍繞住太陽轉嘅概念係全新㗎。喺當時呢個可能係最先進嘅科學解釋啦。但係今日呢，每一個細路仔都認為係理所當然嘅。而家我哋轉移對量子力學之類嘅理論着迷啦，呢個就會對哥白尼有任何嘅貶低咩？唔會。哥白尼對愛因斯坦或者係霍金一無所知，但係呢個亦都唔會損佢嘅地位。喺哥白尼所處嘅時代，佢係偉大嘅。同樣咁樣，過去嘅靈性前輩喺佢哋所處嘅時代，無疑係偉大嘅。但係時代總係不斷咁變化。今日嘅靈性巨人又有咗新嘅發現，唔通曾經嘅聖賢會妒忌咩？無論而家身處喺邊一度，佢哋一定係欣喜若狂噶。我哋亦都希望未來嘅靈性天才會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嚮導呢一個詞語，另外一個含義就係偉大嘅，或者係突出嘅。一啲嘢會從偉大嘅事物入邊輸出，流向我哋。呢個就意味住嚮導係給予者。但係喺當今世界，嚮導往往反過嚟變成咗接受者。佢哋樂於被崇拜啦，樂於接受供養，向傳統收費。佢哋想得到關注，想俾人愛戴、崇敬、服從。真正嘅嚮導唔想要呢一啲嘢。嚮導永遠唔應該處在接受嘅嗰一方。佢從嚟唔會講話跟隨我啦，而係安之泰然咁樣允許信徒行喺自己前面。佢會諗，咁就等我睇下你哋能夠攀得有幾高啦。當然，嚮導境界嘅雙眼永遠喺度守望，嚮導總係喺度提供保護。佢唔會咁諗噶，你就登得越高，跌得就越重啦。與此同時，嚮導亦都係我哋靈性道路上最大嘅阻礙。真係嘅咩？我問啦，係噶，因為我哋每一件事都依賴嚮導。達濟講啦，我哋會講嚮導嘅恩典會照顧好一切，但係呢一個係喺度胡說八道。毫無疑問，嚮導嘅幫助一直都喺度，但係我哋必須要令到自己做好準備。
我哋必須親自落功夫。喺我啱啱到美國嘅時候，個袋只有$20，咁我嘅父親當然好樂意提供幫助啦。但係我並冇依靠佢，我自力更生，並且取得咗成功。唔好以為我咁樣講喺度讚緊自己啊！呢一個就係點解我經常講嘅，就當我哋嘅嚮導已經死咗啦。呢個意味住我哋應該好似冇嚮導一樣咁勤奮。你睇下，嚮導唔係進步嘅提供者，相反，佢係進步嘅催化劑。我哋嘅努力吸引住嚮導嘅能量。當我哋邁出一步，嚮導就會帶領住我哋再進一步。唯一嘅區別就在於，嚮導嘅一步就能夠跨越無限嘅意識領域。當我哋規律收集，一位有修為嘅嚮導就會確保我哋嘅靈性旅程能夠盡早開始，而且不斷咁樣確保我哋持續前進，以便令到我哋嘅旅程得以持續。無論我哋而家處於乜嘢階段，嚮導都喺度忙於為我哋嘅下一個階段做好準備。嚮導甚至能夠賜予我哋某一啲必須抵達非常高嘅階段先至會有嘅狀態，仲會早於我哋能夠真正觸及佢之前。咁我喺1982年就有過咁樣嘅經歷，當時我正喺斯哈克賈漢普爾拜訪巴布濟。有一日下晝，我出去辦事。當我返嚟嘅時候，巴布濟望住我講啦：你應該一日24小時都保持呢一種狀態。將眼光轉向內在之後，我先至理解佢嘅意思。當時我先至啱啱開始收集，但係巴布濟賜予咗我某一個必須抵達非常高嘅階段先至能夠體驗到嘅狀態。巴布濟並冇將我置於嗰個高級階段，因為我仲未準備好。佢轉而賜予咗我屬於嗰個階段嘅體驗，同埋屬於嗰個階段嘅特質，而唔係真係將我放喺嗰個階段。講真啦，呢個可以講係前所未聞㗎。你睇下，一個偉大嘅嚮導所能夠做到嘅事情係幾咁神奇。